伫每一个暗暝，电话中传来你甜蜜的声音，阮真想要去找你，但是阮身边的迄个人的温柔，予阮放袂落去。阮只好将着一杯厚厚的咖啡，想起你对阮的伤害，阮心肝疼几暝。今仔阮甲伊斗阵，虽然伊无你遐尼水，不过伊予阮帮助，予阮鼓励，予阮认真打拼，勇敢奋斗自己。阮才会来选择，抱着伊袂记你。阮是一个无感情的人。亲像你这款这呢巧的个性，敢若会晓想着家己，倒一个查某人受当会起。阮是一个无感情的人，亲像你这款这呢巧的个性，敢若会晓想着家己，倒一个查某人受当会起。伫每一个暗暝，电话中传来你甜蜜的声音，阮真想要去找你，但是阮身边的迄个人的温柔，予阮放袂落去。阮只好将着一杯厚厚的咖啡，想起你对阮的伤害，阮心肝疼几暝。今仔阮甲伊斗阵，虽然伊无你遐尼水，不过伊予阮帮助，予阮鼓励，予阮认真打拼，勇敢奋斗自己。阮才会来选择，抱着伊袂记你。阮是一个无感情的人。亲像你这款这呢巧的个性，敢若会晓想着家己，倒一个查某人受当会起。阮是一个无感情的人，亲像你这款这呢巧的个性，敢若会晓想着家己，倒一个查某人受当会起。是一个无感情的人，亲像你这款这呢巧的个性，敢若会晓想着家己，倒一个查某人受当会起。
无感情的人。亲像你这款这呢骄的个性，敢若会晓受着家己倒一个查甫人受当的起？阮是一个无感情的人，亲像你这款这呢骄的个性，敢若会晓受着家己倒一个查甫人受当的起？阮是一个无感情的人。